就是来看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以赛亚书第7章第10节到16节。以赛亚书第7章第10节到16节。现在我来读以赛亚书第7章第10节。耶和华阁吩咐亚哈斯讲：你着对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条头。通求伊伫深渊，也是极寒的天。亚哈斯讲：我毋求，也毋试耶和华。以赛亚讲：大笔的家啊，恁着听，恁互人为难，兼算做小看事，也要互我的上帝为难吗？因为安尼，主本身要互恁一个条头。看啊，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到伊会晓得放杀歹拣好的时，伊才要食奶油甲蜜。因为伫即个囡仔还袂晓得放杀歹拣好的大生，你所惊的迄两个王的地要拄着放杀。上帝话读到遮。只是要来正道，今仔日梁冠比牧师要甲咱正道的题目是：伫无神的世代传讲以马内利。伫无神的世代传讲以马内利。咱请梁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真欢喜，我会当来到淡水教会，这是我头一届来到咱的教会来讲道。我本身即马是伫咧台湾神学院教册，我是教系统神学，同时我嘛是做马家的思想，特别是伊的神学是思想吼，就是讲马家做足侪代志，咱拢知影。咱伫咧伊创立的教会吼，即个淡水吼。毋过呢，大家敢知影马家伊相信呢？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？伊相信呢，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救主呢？这个研究爱研究马家的神啊，这个代志爱到2010年了后才会当做，因为足侪这个史料后来才出来所以呢，我本身是做这个马家神学的这个思想的研究，所以对我来讲会当来到淡水教会来分享上帝话，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。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这个机会。相信是大港节期的第3个礼拜咱已经来准备先来迎接这位救主。今日我的题目，今日我爱甲大家做阵来想，做阵来了解，就是讲以马内利这个词，以马内利意义到底是啥？伫历史上头一届。这个词出现，头一届上帝应允以马内利，这是啥物的情形？咱爱做阵来看，咱首先来祈祷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即时来到阮中间，求你突破所有的限制，阮的心来开拓你的真理。我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即摆你看到即个图检知这啥？我有听呢。即个台语叫做日日食天到遮日头无神，即个世界检真正是无神，是讲。事实上，无神好亲像是日头互黑暗遮藏。今日咱的经文，迄个背景呢，是一个旧约时代，伫公元正8世纪的时阵，伫巴勒斯坦头一届发生一个真重要的危机，就是叙利亚以法莲的危机。迄当阵，巴勒斯坦迄个所在。真大的国际势力
是亚述帝国。每一摆咱讲到即个旧约的历史的时阵，大家就困去吼。毋过呢，即摆我爱邀请大家吼，咱台湾即马伫国际的情形内面，咱拢知影是一个伫真重要的所在。迄当阵的巴勒斯坦，好亲像即马的台湾。我安尼讲，咱即马的台湾好亲像迄当阵的巴勒斯坦。是夹伫咧大的国际的势力中间的，上大的是迄当阵上大的即个国家就是亚述，毋过咧其他的国家袂乖乖啦，所以呢巴勒斯坦遮个较细的国家，包括遮个阿兰甲以色列北国，因联合做伙。爱来反抗即个亚述。我讲到即马吼，你若是有咧注意咱即马台湾的新闻哦，你有感觉足相款的，也无？迄当阵，即个国际的情形对以色列人、对犹太人来讲是真正危险的时阵。北国已经决定因要反抗亚述啦。当时的亚述帝国是足有力量的，因为伊的国王足聪明的，伊引进真进步的遮个制度，有军事，有迄个武器，因足够拍战，所有国家拢袂当反抗因，所以呢，阿兰甲北国就决定好，咱爱做伙来抵抗亚述。今日咱的主角，南国犹大迄当阵的王亚哈斯，伊真干巧，伊咧想讲，我到底爱支持即个反抗亚述的，还是爱支持即个亚述？你无感觉我讲到安尼，甲咱即摆的精神真相款？即个亚哈斯，伊会做啥物款的决定呢？事实上，亚哈斯的阿公乌西雅王是犹大迄当阵真牛的王。伊迄当阵伫乌西雅王在位的时阵，伊甲规个犹大的国际地位提到真悬。毋过到伊的孙亚哈斯，就是咱今日的主角的时阵，即个犹大的国际地位已经崩落，所以呢。咱真实的以赛亚先知，伊拄开始咧服侍的时阵，亚哈斯政权事实上伊是四面楚歌啊，四围拢是伊的对敌啊。较远的所在有即个亚述帝国，较近的所在，因为伊无支持迄个反抗亚述帝国的遮个国，所以伊嘛诚做因的对敌。上帝呼召以赛亚，竟然是伫咧即个足危险的危机的时阵，迄当时战争，互所有的人拢惊吓。毋过战争嘛，互人嘛显明人的心到底是活啥物？历史发展真紧。咱今日毋是真正咧讲历史，毋过你会当转去看《列王记下卷16章》甲《历代志下卷28章》，内面有讲亚哈斯伊最后的选择是足现实的。若是甲亚哈斯的选择放伫咱今日的台湾哦，事实上呢，迄是真正常的。咱知影所有的国际政治，所有的国家的领导者爱怎样来决定咱的国家爱选择啥？家己国家上好的路嘛，上好的利益嘛。亚哈斯当时就是咧做即个选择，伊选择伊爱活迄个足有能力的亚述帝国。头一个伫国际政治顶面，伊诚做亚述的小弟。后来，甲互即个等于是甲即个亚述开大门，吼，
亚述后来甲阿兰、甲北国、甲南国拢拍了了。过来，对咱来讲，搁较重要的是，伫宗教信仰的顶面，伊去学遮的外邦人的宗教，伊去拜亚述的偶像，搁较歹的代志是啥？伊甲即个偶像搬来插伫咧圣殿内面，伊去破坏整个圣殿的建筑物，甲伊的制度。即摆图是真出名，叫做阿哈斯摩洛，迄个偶像，迄个撒旦摩洛，伊献伊的囝，这是足重要的歹啊！为虾米？伊是以色列的囝百姓，伊是上帝所利用的人，伊是王呢，伊甲伊的囝献互偶像，这代表啥？规个以色列规个犹太政权，拢已经是一个无神、无相信上帝的政权。这就是今日咱即段经文的背景。我搁一解来读即个经文，咱会当即个字较细吼，你若是会当看你的圣经，还是听我来读。耶和华搁对亚哈斯讲，就对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记号，无论是对上过的青烟，还是上悬的天顶来的。毋过亚哈斯讲，无爱，我无爱求，我无爱试探耶和华。先知就讲，大米家啊，着听，恁互人厌无，减算小可的代志，恁减嘛要互我的上帝厌无，因为安尼，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，看。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。到伊学会晓拒绝学选择善的时，伊要有 cheese 甲香味通食。因为即个囡仔会晓拒绝学选择善进前，因恁所惊迄两个王的国土，拢会彻底荒废。即段经文足短，毋过咱已经看见，即个王阿哈斯伊的心到底甲耶和华上帝当做啥？12讲无爱，我无爱求啦。这以赛亚邀请讲，你即马来甲上帝祈祷，上帝爱互你一个答案。到底你爱选择去挖亚述，还是选择去挖即个反抗亚述的？你来求上帝要互你指示。毋过，这阿哈斯竟然拒绝上帝邀请，伊用一个看起来真心下正开的理由，我是神学老师吼。伊用一个心下就看起来足正开的理由，讲我无爱试探耶和华啦。毋过，若是咱看即个历史，咱发现无呢，真明显，即个亚哈斯是真敖计算的人啦。即若是真敖，咱若是中有做生意的人吼，这个商人哦，咱就知咱的计算啊，咧以咱的成本啊，吼，这个机会成本，咱拢爱算入去。亚哈斯事实上对伊的并毋是上帝意见呐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当时国内有南北国的意识形态，甲咱今日的台湾足相像的。有人爱挖即边，有人爱挖迄边。国内呢，国际上即个政治真复杂。来，即个王呢，伊无对伊。事实上，足侪犹太人，伊国内的人，想要甲北国做伙，因为因是兄弟啊，所以有一款人想讲，咱爱甲咱的兄弟做伙啦。伊无对伊遮个代志，表面上伊是不想选边站啦，想要保持中立。
毋过事实上呢，伊是爱把握控制即个整个局势。伊选择的是看会到权利，伊对迄个看袂到的、无法度控制的上帝，伊无选择。为虾米？伊爱家己选择啦，伊无要家己的局势交互上帝。伊讲我无要试探耶和华，毋过咧。耶稣无想要求即个圣业，并毋是伊毋是真正的敬虔呐，伊是想要坚持伊家己做决定的自由，兄弟姊妹，咱有时嘛是安尼啦。无想要求，无想要祈祷的时阵，是因为咱想要爱有家己的自由。耶稣面对先知以赛亚的邀请。伊明显无爱上帝插手，上帝即个代志我会当解决，你免来，吼，你伫遐看就好，吼，你互我有遮个资源，有遮个能力，这我会当来，你莫来就好。耶稣就是安尼，这就是耶稣的无神，伊看无上帝。先知到伊的面前啊，这毋是头一届啊，这是第二届啊。到伊的面前啊，邀请讲上帝即摆要互你一个指示，你求上帝就互你，伊无爱。事实上，即个叙利亚以法莲的危机，伊有两层呐。一方面是战争的威胁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百姓伊的性命。一方面是即个反对亚述的势力的，伊伫咧南国想要扶持一个假的政权来取代即个亚述啦。这伫第7章头前有讲吼。所以呢，上帝百姓真正拄着的代志，即个困境是啥呢？也伫咧亚述甲反对亚述两边内面。上帝应允好亲像要失败啊！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啊！对犹太人、对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讲，伊是上帝列约的百姓。毋过即马对因来讲，上帝应允好亲像要无去啊！为虾米？上帝选定竞选的王会失败，上帝竞选的百姓会消灭。过来。搁较重要的是，代表王朝啊，好亲像无法度延续。这毋但是现实的问题，这是信仰的困境。上帝应允对当时以色列甲犹太人来讲，好亲像爱失败啊！对这个上帝应允的失望，直接造成政治甲社会秩序的崩落。以赛亚伊服侍的时代，是所有的人对王到官员到百姓，拢对上帝失望啊！兄弟姊妹，以赛亚做先知真辛苦啊！不过伊犹原。对王来讲，上帝的话，伊无讲迄个王想要听的话，伊讲迄个上帝的话。伊讲啥？你无求无要紧，上帝早就有我讲互你听。因为安尼，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看，有一个少年女子的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头一届出现伫人类的社会、人类的历史中，就是即个时，所有的人拢无相信上帝会成功，上帝应允的，就是即个时。面对即个无神的统治，面对即个政治甲社会秩序的崩落，令人的心拢破碎的大时刻。先知以赛亚，伊无要讲迄个人想要听，人想要讲听啥？平安啦，平安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你选择迄个你选择啥，上帝拢会祝福你啦。王想要听这啦，
百姓嘛想要听这，毋过以赛亚无讲即个。以赛亚柔软、勇敢、忠心宣告上帝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啥？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。搁来伫第9章，搁有讲，有一个婴仔已经为咱出世。这是咧宣告上帝应允袂失败。因无相信上帝应允的成功，毋过即马以赛亚讲上帝话讲，我的应允，耶和华的应允袂失败。代表互的会继续做王啊！上帝竞选的百姓，伊摇的百姓会留落来，会活落来。以马内利，咱拢就知影即句话是代表上帝甲咱同在。伫黑暗无神的时刻，上帝有缘要甲伊的百姓同在。咱知影即个预言毋但是讲后来的历史，后来即个代表王朝有继续。即个预言搁较讲的是耶稣基督，迄个上帝竞选的弥赛亚，人类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伊要来。阮要来讲，要来问一个问题：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这对咱来讲是真大的祝福啊！毋过你若是看经文，看第7章后壁，你发现讲，哎哟，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伫地。毋过为虾米巴勒斯坦遮个国家，阿兰、北国、南国，拢互亚述拍了了？到底以马内利是审判还是祝福？上帝同在对咱是祝福还是审判？这要看你徛伫倒一边啊。第7章15到16节，后壁20节，第8章6节到9节，第7章21到25节，遮拢表明一个代志。亚哈斯伊所带领的犹大这个国家，已经放弃上帝啊！这个世俗的国家、世俗的教会、世俗的国王，伊看无上帝，所以对伊来讲，上帝同在是审判。所以，这个先知的预言，事实上对伊来讲，毋是安慰啊，是带来提靠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伫，到底是祝福也是审判？爱看你徛伫倒位啊！你若是甲上帝徛头同一边，这就是祝福；你若是甲上帝徛伫对立，你就是爱面对审判。以马内利，伊是稳重的事实甲应允啊！伫迄当阵，犹大人无相信以马内利啦，因为战争已经爱发生啊！迄个整个社会已经足动乱啦。对因来讲，这哪是上帝甲咱同在的现象啦？毋过以赛亚的预言，伊就是咧讲、咧宣告，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伫地，这是一个稳重的事实，这是事实。毋过咱无法度对表面来看见啦，因为整个表面社会拢在反抗上帝，当然看无啊。以马内利事实上是事实，是真正的，伊嘛是应允。这个少年女子怀孕生囝，是上帝看会到具体的应允呐。有一个少年女子、少女会生囝，伊有一个婴仔会出世，这是大家拢看会到的代志。这就是爱搁一摆强调上帝甲以色列同在。当因看见这个婴仔，当时是后来西西家王出世。当因看见这个婴仔的时阵，因就知上帝甲咱伫地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有一个新的基督徒、信主的基督徒出世，对
对心内相信耶稣基督的时阵，这就是啥？以马内利，这就是上帝甲咱同在啦。为虾米？因为随望即个局势遮尔啊危险，毋过呢，上帝家己是以色列的将军呐，守护者甲保护者。上帝家己要来拍即个战，所以以色列啊，你毋免惊。这好亲像是以色列人每一届因拢会伫圣殿内面用诗篇来学乐来祈祷，这是咱真实的诗篇42篇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烂是患难中一时的帮赞呐。随望地大变动，山煞到海中，上帝踮伫遮，城一定袂摇带。天不光，上帝就爱帮助咱。即马是黑暗时刻，即马是无光的时刻时阵，毋过咧，天光的时，上帝就会帮助咱。因为耶和华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爱做咱的要塞。以马内利是稳重的事实，甲应允。无论即个世界偌尔破碎。社会势力偌尔的摇摆，善良偌尔的无力，无论无神、绝望、黑暗、痛苦是偌尔的真实，无论黑暗怎样来压抗世界，以马内利是事实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生活、你的事业、你的关系、你的一切，无论偌尔痛苦，以马内利是事实。上帝甲你同在。伫圣经内面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宣告上帝是真的，上帝存在是事实。咱敢有安尼相信？毋那是嘴内讲，毋那是咱来遮做礼拜咱来敬拜上帝，是咱的生活敢有活出上帝存在，上帝是真的。上帝同在是一款的挑战呐，对咱所有人拢是一款的要求，爱活出上帝是事实这个代志啊。以马内利是事实，以马内利对咱即马来讲，信仰的人来讲，已经实现。为虾米？因为基督甲伊家己互咱啊。我真感动，咱礼拜开始，咱入场的时阵唱是迄首，请来你我的心。咱的诗歌讲道结束，咱的诗歌嘛是即个诗歌，请来入我心。耶稣基督已经甲伊家己互咱，要来到咱的心内。上帝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甲咱同在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伫基督内面甲咱同在。你若是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甲你同在。咱即摆的世界，黑暗压坎一切，遮个新闻，我毋免讲搁较济啊。不论是咱台湾国内，还是国际，对北韩、对乌克兰、对美国、对日本、对香港、对中国大陆，足济，互咱无法度接受的邪恶在发生。对真济人来讲，即个圣诞节真歹过。2礼拜前，香港发生即个真大的火灾。恁敢知影？顶礼拜伫内蒙古，阁有一栋烧甲光。内蒙古的新闻敢毋敢出来？袂当。新闻讲，敢若一个人死，这敢真诶？你敢会当相信？即个世界黑暗压坎一切，毋过咱爱有一个信念，咱爱有一个相信，就是
即个无神的世界只是时日时尔。即个世界看无上帝的存在，毋过咱基督徒，咱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有耶稣伫咱心内的人，咱相信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毋但是应允，伊是事实。看无真理的无神世代，上帝同在带来审判。毋过回应上帝呼召的即个上帝囝儿，上帝同在会带来丰富有气来的生命。以马内利毋但是事实，搁较是应允。愈黑暗的所在，愈需要知影光明的入来。愈无神的世代，愈需要听到上帝甲咱同在。即个圣诞节，咱教会有足侪活动，兄弟姊妹，所有活动，无论你是徛伫个啥物所在，你的服侍是作为，你的心内要有一个相信，就是上帝甲即个黑暗的世代，即个无神的世代同在。世界只是看无上帝尔，毋是上帝无在。咱基督徒，咱教会爱出去活出相信上帝的生活，倚靠上帝。上帝伫基督内面甲咱同在，基督已经甲伊家己互咱。道成肉体，这是咱圣诞节咧纪念的。伊道成肉体来到世上，搁为咱死咧十字架顶，搁为咱国外车客车牌信心来到咱的中间。愿咱所有上帝囝儿领受即个信心来的气力，无计较咱的利益，莫亲像阿哈斯去军队世界，去军队才会事力，坚定选择耶和华上帝，坚定选择以马内利。咱做伙来祈祷，请耶稣咱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满心的感谢。感谢你已经来啊！感谢你即马伫圣心内面，伫咱的心内，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教会中，求你有开拓天顶的智慧启示，互阮明白你甲阮同在。求你调整咱所有的心思意念，毋是你来就近咱，是咱要来调整咱的心思意念，搁较跟对你。求你，互咱有气力，伫即个无神的世代，搁较有勇气，搁较有力量，活出以马内利，继续来传讲以马内利。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